詩篇第45篇，我心裏湧出美詞，我論到我為王作的事。我的舌頭是塊手筆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裏沒有恩惠，所以神賜福給你，直到永遠。大能者啊，願你腰間佩刀，大有榮耀和威嚴，為真理謙卑公義，赫然坐居前往，無不得勝。你的右手必顯明可畏的事，你的箭鋒快，射中王敵之心，萬民仆倒在你以下。神啊，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，你的國權是正直的。你喜愛公義，恨惡罪惡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。你的衣服都有沒藥沉香玉桂的香氣，象牙宮中有絲弦樂器的聲音使你歡喜。有君王的女兒在你尊貴婦女之中，皇后佩戴俄斐金飾，站在你右邊。女子啊，你要聽，要想，要側耳而聽，不要紀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。王就羨慕你的美貌，因為他是你的主，你當敬拜他。推羅的民必來送禮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王女在宮裏極其榮華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線繡的，她要穿錦繡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，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。他們要歡喜快樂，被引導，他們要進入王宮。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，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王。我必叫你的名被萬代紀念，所以萬民要永永遠遠稱謝你。